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神是一个灵，所以拜伊的必须用心灵甲诚实拜伊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4章24节。圣灵这个名词呢，是上常常用伫神灵的名称。伫圣经顶面拢共记载190个所在。就神的本质来讲，神是灵，所以拜伊的必须用心灵甲诚实拜伊。圣灵就是神的灵。神伫利未记11章44节对选民讲：“我是自有永有的，是恁的神，所以恁爱诚做圣洁。”约翰福音17章11节讲：“神是圣天父，神既然是圣洁的，伊的灵也一定是圣洁的。”所以旧约时代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连续3遍伫但以理书4章8节、9节以及18节内面拢称圣灵做圣神的灵。保罗伫罗马书第1章第4节也指着圣灵讲是圣神的灵。就工作来讲呢，圣灵住伫真基督徒心内最主要工作，就是亲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13节里面记载讲，就是要感动圣徒成圣，伊伫世界会当得救。只要基督徒呢会当顺从圣灵引导，圣灵得甲赐予咱抵挡罪恶的力量，而且无伫世界放纵肉体情欲咯。神是一个灵，所以拜伊的必须用心灵甲诚实拜伊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4章24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提供，感谢你的收听。